在家中要小心，電插頭要放穩，不隨便去觸摸，火燭要當心，要節約能源，水電氣要關緊，雜物要收拾好，安全要記心，門窗要關好，鑰匙要收好，陌生人敲門，莫要輕易。在家中要小心，安全要記心，不做危險事，不隨意開門。在家中要小心，安全要記心，遇到緊急時，快告知大人。要節約能源，水電氣要關緊，雜物要收拾好，安全要記心，門窗要關好，鑰匙要收好，陌生人敲門，莫要輕易。在家中要小心，安全要記心，不做危險事，不隨意開門。在家中要小心，安全要記心，遇到緊急時，快告知大人。遇到緊急時，要小心，安全要記心，遇到緊急時，快告知大人。